也可以把那个键盘变成钢键呢。这个是从资料夹里面叫出来的。你看，这有一个资料夹，然后里面有一个程式，就是这个程式，这个程式叫出来，然后里面有一个程式，就是这个程式，这个程式叫出来。你看，然后这个键盘，它这个键盘哦，就要对照这个可以放大，它对照这个电脑的这个键盘。还可以自动播放呢。然后为了要练习要按这个左上角，这个是简体版的，要按这个左上角，这个是简体版的了。简体版的如果能够有繁体版的最好，按这个是开启，它自动演奏钢琴了。自动演奏钢琴，好听啊！然后想要做练习自己有简谱的话拿来练习，那就要用那个电脑键盘。电脑键盘要配合它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所以用那个荧光纸把它贴上去，减1/4就好了，比较不会遮到原来的那个键盘的英文字母或者是注音符号字母，或者是阿拉伯数字又不必说要打电脑的时候还要把那个贴纸撕掉，就这样也可以打电脑，也可以做这个钢琴键盘。这谁发明了？谁可以创造这个？那手机形式 APP 也有钢琴演奏的呢，手机程式APP 也有这个钢琴演奏的可以到 Google Play， 然后到 Google Play 然后搜寻钢琴演奏，应该也可以找到这个钢琴演奏的手机程式 APP， 我有印象然后要对着植物花草来辨识也可以搜寻手机程式在 Google Play 搜寻形色 APP， 形状的形色彩的色形色 APP。形色 APP 的形状色彩，形色 APP。如果有那个简谱的话，就可以来按了正常的1、2、3、4没有加那个下面1点2点的也有加到3点的也有上面加点的上面加点应该是高音下面加点呢低音这样很清楚的就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然后正常的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是变上面1点那个高音了哆来咪发嗦拉你看我西跑到那里去了，没有那个西是高音的嘞，奇怪有西在这里，你看西有高音在这里你上面那一排那低音的呢声音比较低沉。那常常听到的是什么然后又返回去嘿嘿就这样要用那个贴纸，用贴纸来用那个
荧光的也可以呢，这个是荧光贴纸，圆圆的100个啊，才20块钱。你看它剪成1/4，剪分成4部分，你看也可以啊，发挥功用呢。1/4比较不会遮到原来的英文字啊，或者是注音符号了。现在试试看，按的时候上面的有没有对应？有呢，有对应呢。检查看看有没有错误。检查看看有没有错误，对照看看。你看最上面的右半，是在哆的上面2点呢，然后第2行是上面1点呢，第3行才是正常的呢。下面呢，最下面那一行那个哆的下面是哆的下面几点呢？我这个是小电脑的呢，键盘又不太一样。哆的下面1点呢，哆的下面1点呢，那就这样啊。自己操作看看啊，然后自己就拿简谱来按一按啊。一闪一闪亮晶晶，赶快去找到简谱来研作啊，有志则事竟成嘛。如果创作个乐器也不错嘞。那个调感如果去买那个弯钩啦，弯钩也可以直接也可以直接钻进这个这个是厨房那个厨房那个保鲜膜绕的那个直筒呢，五金行199五金行那个就有卖那个问号型的那个弯钩又有螺旋的钉啊，可以转进去啊。那这个是水管，自来水管，挖，用那个锯子锯成那个中间分开，绳子，如果是那个尼龙绳一股有10几条的，也可以拆开的，小小的那个尼龙绳，然后绑一绑，可以绑2条嘞，绑2条啊。然后就可以创造简单的乐器，装葡萄干的，或者茶叶的也可以的，纸的了，不是金属的，金属的跟纸张的那个音质又不一样。看到这个是那个铁路便当那个竹片，木片铁路便当那个便当盒那个木片，然后一点小木块或者是塑胶的也可以啊。声音效果好像不一样，把它撑高啊，把它撑高，尽量是在中间的位置。竹片的声音跟那个塑胶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声音不太正常，不会调音。如果能够学会调音就更好了。然后没有转得很紧啊，转得很紧的声音又不一样了。然后把它放上那个塑胶的，把它撑高，声音又不一样你看，声音跟刚刚的又不一样了。有声音就好高兴了，哈嘿！小朋友玩这个乐器自己制作的了有声音就好高兴了然后再学看看怎么调音。其他的话，它都还有那个平板，然后还有格条
格条可以按啊，它按出不同的声音。看，不一样的紧度哈，它不一样的声音。你看这个放的位置，撑高的这个，也可以用木头的了，也可以用塑胶的，不一样的声音呢。你看啊，放的位置不一样，声音不一样。这可能是类似什么大调，什么调不一样。你看放的位置不一样，声音就不一样了。放木头的，哦，放木头的声音也不一样。嘿嘿，自己创作乐器啊，自己创作乐器，然后可以，嘿嘿。你看那个就像那个鸽子啊，有没有？鸽子放在那个尾巴那个羽毛上啊，那飞走的时候会有那个声音啊。你看这个造型有点像鸽子带的那个东西啊，鸽子在那个尾巴那个部分的那个东西啊，它们是涂成红色的，飞起来哦。你可以用那个椰子壳啦，椰子壳哈，这是晒干的破瓣啊，那里盖上那个木板啊，薄薄的木片啊，然后再那个什么塑胶水桶啊，塑胶水管太贵了，用木头的木杆的比较便宜。然后那个绳子可以用那个塑胶尼龙绳的，拆开啊，一条就好几条的尼龙绳，细细的，然后固定底下，然后上面呢可以用那个问号形的那个弯钩啊，有螺丝钉的，有螺丝钉功能的，可以钻进去。那个这个是保鲜膜缠绕的那个直筒啊，嘿嘿，这样就可以创造简单的乐器了。啊哈，哎呀，简单的乐器自得其乐啊，解除忧郁啊，保护肝脏啊，饿的时候用葡萄干啊，保护胃肠啊，保护肝脏啊，不然艺术创作了废寝忘食啊。葡萄干也不必放在冰箱了，放在塑胶袋啊，随身带着，饿的时候要赶快吃哦。哦，听音乐，你看，哎，好多首音乐可以听哎，有好多首音乐可以听哎。哦，影片的那个风格可以这么多种可以选啊，很有创意啊。
好了好了，有空再研究了。谢谢哦，欢迎订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有拍那个庙会的了，庙会影片哦，照片、影片加上那个哦，那个莎士比亚的名言哦，真的很好听呢。富毕宫哦，绕境活动的照片里，莎士比亚的哦名言录，好好听哦，听了这他山之石则可以攻错啊，外国人的思想也可以帮助我。莎士比亚名言录。